為什麼孩子寧願打遊戲，也不願意學習？答案很簡單，因為遊戲能帶來大腦最重要的學習激素多巴胺。遊戲規則清楚，一步步升級，隨時有獎勵，孩子分泌多巴胺，覺得我能做到，我在進步。學校功課超綱，考試太難，帶來的是挫敗感，多巴胺分泌不出來，學習就變成痛苦。更高一級的是內啡肽，當孩子有掌控感，進入心流狀態時，不需要獎勵，也能愛上學習。可惜很多家長把掌控感奪走，打罵、代勞、安排滿滿，孩子只好靠遊戲和飲料找快樂。孩子不怕學習，他怕的是沒有快樂，沒有掌控感。教育真正的價值是讓孩子在學習裏找到屬於自己的快樂。只要有多巴胺和內啡肽，他就會主動學下去。